短短呢3個月裏邊咧，有好多已經係見晒效果噶，包括係可能轉新工啊，跟住解決咗一啲屋企嘅問題啊，可能抽中樓啊，甚至乎升職啊、加薪啊各樣嘢啊。好啦，又到請佛牌派利是時間啦。有睇之前嗰幾條片嘅，應該都會知道咧，就係只要你請咗片裏邊嘅呢一個聖物啦，就會有阿波爺首讚嘅呢個利是一封啦。廢話不多講牌。之前我講嗰尊咧，就係喺疫情之後，阿贊波佢重新再做個歪故法會，做個拜師法會出嘅一期歪故牌啊。而家我接住要講呢一個咧，就係2567年老屎運煞。如果你係呢個阿贊波嘅粉絲，老屎運煞相信你唔會陌生。老屎運煞咧又名老屎寶藏啊。老屎運煞本身呢個名咧，運煞就係阿贊波嘅名，老屎運煞顧名思義就係阿贊波咁解啦。咁呢一個咧，你望到嘅呢個係一個阿帕加，個好靚嘅一個綠龍也啦，後邊會用咗阿贊波佢自己最中意嘅無頭虎啊，即係無頭虎嘅第5型。呢一個牌咧就十分厲害啦，仲記得咧佢係2567當年咧係3月嘅時候1年1度歪故拜師法會啦，當其時亦都係我哋同阿贊波 crossover 做咗第一套嘅香港特別版本啊。跟住呢一個牌咧，我哋包埋殼各樣嘢剩翻到香港咧都差唔多4月中嘅時候啦。跟住對到5月份咧，師傅嚟香港嘅時候，好多善信都問佢：我而家呢個情況啦，或者我今年而家呢一個狀態、呢一個環境啊，各樣嘢剩，我應該適合佩戴乜嘢聖物？當其時咧，師傅就叫佢哋帶呢一個啦，呢一個可以幫到你，呢一個可以改變你而家嘅情況，你可以同呢個牌去求願，求去點樣幫你各樣嘢剩。記住嗰時係5月，事隔3個月，去到8月份嘅時候，師傅再過嚟咧，好多善信翻轉頭就話5月聽咗師傅講，帶咗呢個牌之後，8月中間呢3個月，短呢3個月裏邊咧，有好多已經係見晒效果噶，好多唔同嘅口碑啦，包括係可能轉新工啊，跟住解決咗一啲屋企嘅問題啊，可能抽中樓啊，甚至乎升職啊、加薪啊各樣嘢啊，所以呢個牌咧嘅成員力係好強。咁而呢一個牌咧點解會咁強咧？當其時我問咗師傅，卜石嘅時候咧係用咗 Popo 咩卡，即係用咗阿公老本東晒 Popo 咩卡嘅法門，令到佢嘅成員能力咧係特別強。你同佢許願就好似你同你嘅長輩，可能你嘅爺爺嫲嫲、你嘅爸爸媽媽咁樣有要求一樣，佢哋會盡量達成你嘅要求，達成你嘅請求，所以佢嘅成員力係好強。咁頭先講咗啦，後邊本身有無頭虎嘅5型喺度，佢亦都可以幫你將一啲小人嘅攻擊傷害反彈。而呢個咧亦都係可以講係阿波爺阿贊波3部曲裏邊嘅第1部曲啊。睇到呢度，如果你仲未有阿贊波嘅聖物，或者你聽咗呢個聖物係咁厲害啊，喺成員方面咁厲害，只有1尊，咁你就可以盡快聯絡我去工程啦。下一尊聖物究竟係咩呢？我哋下一個片就再講俾大家聽。拜拜。喂，有興趣就嗱嗱臨 inbox 我啦。